台语大甲高雄在地剧团合作举办全台语的儿童戏剧营，有17岁囡仔来上课学台语，那么这回来看因的成果发表。台电小朋友来扮作无界动物，来唱出这首台语歌谣18号。这小演员拢是袂使唱两队内底动物，因为2年到6年学生拢有。演戏过程中，因唔拿爱学搬戏技巧，对一寡囡仔来讲，上困难的就是爱讲台语甲背台词。我是讲我是内底台语较好的，所以大部分是我去教遐个囡仔。会学3岁开始学台语，阿母因自细汉嘛是拢讲台语的。即摆台语儿童戏剧营来评选17位囡仔，拢做上14节课。囡仔唔但爱学搬戏撇步，佮有表情管理、讲台语等等技巧。剧团佮特别加入4-5首的台语歌谣，囡仔用唱歌、跳舞的方式来表演。台电小演员伫演出过程中，佮会落台甲观众互动，互戏剧更加趣味。互囡仔唔若讲会使讲台语，啊，佮会使学着足侪迄个演戏的技巧安尼。用台语来演戏，嘛会使互囡仔佫更加侪来体会即个台语、即个文体的即个水。这个袂使唱农场是改编绘本8点钟的演出，来加入台语的元素，互小朋友轻松学台语。公司台语台未来嘛会规划开佫较侪儿童节目，互囡仔欢喜学台语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